另外，這2天受到大水害影響，屏東各地嘛是災情不斷。其中潮州的鹿寮橋路面崩起，甚至有轎車受困。富春里的居民昨才把這積水清掉，沒想到半暝啊又閣開始上大雨，就又閣啉水。民眾講，這屆都袂輸是8八風災同款。另外，在沿海的那邊，家當嘛有積水，居民出入攏愛撩水過。橋邊用封鎖線綁起來，避免民眾閣行。屏東大水後第2天早起7點外，就有民眾通報，潮州的鹿寮橋袂堪得路面規個崩毀，一台白色轎車想要硬過，煞去掉咧。另外，潮州富春里的志成路，居民昨暗接拼了，結果半暝3、4點閣開始淹，實在掃水掃甲足無奈。福輪路出動國軍鬥拼，民眾講，頂一屆淹甲安尼是8八風災的時陣。凌晨又起來再開跑一次。然後那個水過也是衝進來啊。水都流起來啊！莫拉克風災的時候，也就是上一次淹水的時候，它3天降了大概1500毫米的水。可是從昨天早上7點到現在，包括半夜的2點到4點，已經降下了900毫米的水。屏東26早起9點了後，雨勢有較細，吉川鄉站的有壓掉引氣，一堆鴨走去路頂，趁雨勢，飼主趕緊甲鴨掠轉去。目前閣有積水的所在，主要是靠外海線的那邊家當部分，因為沿海所在地形較低，部分居民閣是愛撩水出入。家當腔園出動抽水機，趕緊抽水。那邊鄉公所目前安置6位民眾。縣政府宣布，國三大坪灣至那邊的北上路段11點開始開放國道路邊停車。大鵬灣抽水站這邊，因為整個水很大，它抽水不及，所以水位都液體啦，我們的八甲頭皮這個沿海公路這個地方。那個長園橋這個地方有滿出來，所以我們沿海公路有積水的現象。你中華一排因頭賣的倒管我只點五地他管你家了吧？他算講長園加攏陰密的。經濟氣象署累積雨量排名，前4名攏是屏東縣，新增國小339毫米，新園鄉305毫米。雖然縣政府宣布26停班停課，不過民眾嘛是愛注意雨勢，細緻積水的所在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